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圣大天庭，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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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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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最高神。第一节结束后呢，我们做一个间奏，我们再唱第二次。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好，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也是我们的立约主日。让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与主有美好的立约。我们刚刚在唱诗的时候，要想象天使在天上也这样颂赞上帝。让我们在地上也这样跟天使一同合音来敬拜，让我们的敬拜上达到神那里，蒙主的喜悦。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祷告，也为自己预备心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华语堂、台语堂，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让我们的联合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歌唱、赞美，我们的歌曲、颂词、灵歌，都要归荣耀给你。也愿你恩待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谢，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无论在各个地方，也让我们同一个心志，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即使在线上，我们也跟我们的线上的同工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弟兄姐妹，我们低头一头来同心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的父神，感谢你使万物更新，在这一年的开始，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踏上我们生命的新旅程。自岁首到年终，都有你的恩惠同在。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愿遵从你的旨意而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以新灵粮诗选第一首《荣耀归于至高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待会儿唱2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中间，我们要做一个小间奏，也就是说，第一节唱完以后，我们间奏再唱第2次。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荣耀归于至高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们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47篇第12到20节。诗篇147篇12到20节，请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起应和的分配。诗篇147篇12到20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上帝，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直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寒冷，谁能挡得住？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上帝的话语常留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你可以参阅我们的周报，第2页。我们为非洲国家卢安达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林口布道所曾以乐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受苦的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求主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由刘景明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第一处经课在耶利米书31章7到14节，在教会圣经第876页。今天第一处经课在耶利米书第31章7到14节，在教会圣经旧约876页。耶利米书第31章第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并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
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上为今天第一处经课。今天第二处经课在约翰福音1章10到18节，在新约圣经第100页。今天第二处经课在约翰福音1章10到18节，在新约圣经100页。1章第10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以上为今天的经课第二处。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第3章1到12节，新约第212页。以弗所书3章1到12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献诗，今天诗班要献的诗是为耶稣而活。
我们知道每年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立约主日，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伟文牧师来举行今天的立约礼。各位兄弟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华语堂跟台语堂，我们一起在这边联合礼拜。我们一年当中有几次的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敬拜，一起在这边来唱诗、赞美、歌颂上帝。虽然我们有2堂，但是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团契跟聚会，好让我们在这里也有美好的相处跟连结。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遮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相甲连结，咱是同一个教会。愿上帝带领我们。所以教会不是因着有这个建筑物，不是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礼拜堂，而是因为我们是这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殿中，不是只是为了在这个礼拜堂里，然后而是我们能够更好的连结在基督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立约，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连结，有一个美好的立约。不论我们是在台语堂或是在华语堂，让我们都连结在一起，与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所以我们在连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些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一些的润滑剂，也是我们当中的服侍者，也是我们当中的美好的这个付出者，他们的一个付出，他们的一个服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好的连结。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的同工们来举行这样的一个立约。当然不是只有这些同工们要立约，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立约。但是他们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是我们会众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要邀请这些同工，他们来到台前，他们要来代表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立约。那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全体的执事请我们的执事们来到台前来，我们要来举行这样的一个立约礼拜。我们有几位执事，让大家可以介绍跟认识那我们的牧官的执事是廖俊奎弟兄，那社官的执事是世文兄，还有我们的产业是文曲弟兄。那财务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目前没有财务的执事，那洪林是我们的代理，就是帮我们能够来带这样的一个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教育执事是现在是德强弟兄那他兼我们的崇拜处的这个部分。那还有我们的布道跟基督化家庭是我们的建营执事。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几位执事来到台前来。我们的俊奎执事因为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他今天请假。然后我们的世文兄也是今天也是请假的。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要为我们这几位的执事的就职跟就任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布达跟宣布。好，但是我们的执事就职是一个很慎重的，在教会里面执事的角色等同于父牧的角色，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有在众人面前，我们要请他们在这里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各位主内亲爱的同工，你们既蒙拣选，在本教会的圣工上尽你们执事的本分，我现在就在上帝的面前，也在会众面前问你们几个问题，请你们以庄重敬虔的心来答复我。我要来问我们的执事们你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华、时间，以至金钱，都重新奉献给主，分别为圣，由主管理，归主所用，做他忠心的好管家。靠上帝的帮助，我愿意。好，感谢主。我们的执事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在生活上敬虔度日，并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靠上帝的帮助，我愿意。感谢主。你们是否愿意在信仰上尊基督为主，在心智上做众人的仆人，
殷勤而又谦卑，辛劳但满有喜乐，在神家尽忠侍奉，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靠上帝的帮助，我愿意。请再听圣经上的小玉之言，教会领袖的助手也必须有好品格，他们必须说诚实，说话诚实，不酗酒，不贪财，应该以清白的良知持守信仰上的奥秘真理。他们应该先受考验，没有问题才能担任职务。女助手也得有好品性，不说闲话，要端庄，事事都诚实可靠。这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8到10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执事们来祝福，让他们在今年的服事上都能够蒙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有恩赐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愿上帝赐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永远幸福，敬爱上帝和他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请我们转过来啊。好，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年的执事，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他们。文曲执事在台语堂比较多的出力哈，然后我们的建营执事现在是在会友关怀上面，还有我们的小组长的服事上面，都在尽力当中。那我们的新的教育部长就是我们的这个德强兄哈，那愿上帝来带领，让他还有崇拜的部分。那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特哈，因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兼2职？因为我们今年其实真的是很不够，所以我们很期待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与侍奉，不要让我们的同工一个人在那里，让我们一起来扶持他，帮助他，让他的服事能够尽心跟顺利。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再次来拍手欢迎他们。好，谢谢。请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请看下一页哈，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诗班来进行立约。那诗班每次在带领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在崇拜当中，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常常说，他们是带领敬拜，不是只有他们在唱诗哈。所以，请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的诗班的立约也是我们全体的立约。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诗班的班员，我们就直接从我们的座位上来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诗班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礼。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感谢上帝，为我们中间有人献上自己做诗班的一员。诗班的责任乃在以人间美好的声音欢喜赞美上帝，也领导会众唱诗赞美上帝。现在我们在当中的这些我们的诗班的班员，我们要以感谢快乐的心来欢迎他们，也要为他们举行一个隆重的受职礼。请听以下的问题：你们愿意成为诗班的一员吗？我愿意。你愿意遵守诗班的规则，殷勤练习，谦卑侍奉，热情唱诗赞美上帝吗？感谢主，我愿意。你愿意在上帝的圣殿中尽侍奉的本分，同时也寻求灵性的长进，使你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吗？靠上帝的帮助，我愿意这样行。你愿意生活圣洁，竭力追求完全，使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圣诗班员的身份相称吗？靠上帝的帮助，我愿意这样行。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诗班班员他们这样的一个宣告，那当然不是只有他们在努力的唱诗敬拜，让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愿上帝来帮助。好，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诗班班员来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心欢迎你们投入诗班的侍奉，也以你们的歌唱恩赐为荣，并深信你口中所唱的，必是你心中所信的。
你心中所信的，必是你生活所行的。求天父赐恩给你，使你今生与来世歌颂他，荣耀他。这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让我们来祝福我们的诗班的班员，愿主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主向你们扬脸，愿你们平安，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我们的诗班班员，还有他们的服侍。谢谢。好，刚刚提到了，不是只有这些诗班的班员或执事来立约，是我们一起共同的立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小组长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立约跟受职。那我们的教会里面，说实话，牧师不够用啊，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小组长来辅助跟帮助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侍奉跟服侍。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会里的小组长，请他们到台前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那同时也要邀请我们的号角队的小组长到我们的台前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的立约来祷告。我们请学青，还有雅比斯、葡萄、和睦小组、松柏团契、恩慈小组，还有社青、平安小组、温柔小组，还有我们的活水敬拜小组，还有我们的号角队的队长，请我们到台前来领受这个立约。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来先转后面，请放到大家这边。这几位是我们的教会的小组长。也是教会的小牧人哈，因为刚刚讲了牧师不够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组长，他们来协助牧师的牧养跟帮助。好，那我们要为我们这几位的我们的小组长来为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仪式，让他们能够在小组里面带领弟兄姐妹，他们犹如这个牧者亲自的带领一样，让他们在这里的服事都能够来蒙恩。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小组长来转到我们的台前来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些人，都是要答应他的选召，来担任我们教会里各团契小组带领的服事。他们既然以虔诚的心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担任小组长一职，我们就当热忱的支持他们，替他们代祷。求上帝感动他们，使他们诚心奉献自己，以喜乐和感恩的心带领团契小组归荣耀与上帝的圣名。好，你们不都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属上帝的身子与灵魂、生活与工作上荣耀天父上帝。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而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使你们在团契小组服事的侍奉上，满有他的智慧与喜悦，多结善果。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请小组长一起，我们同声来祷告。永生的天父，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小组长服事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几位的小组长，请你们转过来啊。好，我们从我的右手边这边来介绍景明，今天我们的这个读经员景明，他是我们的学青的辅导这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大哥哥了还有我们的活水敬拜团，我们的美燕是我们的活水敬拜团的团长，还有我们的嘉贤是我们的松柏团契的小组长那他是应该算是最年轻的松柏团契的小组长好，然后还有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会是教会里面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伟翔弟兄是我们的这个弟兄的小组长，
好，那还有我们的那个蓝许桂英啊，她的名字是复姓啊，蓝许是复姓，桂英是她的名字。好，这是我们的松柏的小组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对不起，我们的亚比斯，对不起，亚比斯哈。好，这个还有我们的年轻的这个社青的小组长啊，我们的景凤是我们的年轻的小组长。好，刚刚我们的号角队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郑华姐啊，还有我们的平安小组的小组长，这个也是我们新任的我们的紫云姐啊。好，那还有温柔小组，这是我们家师母啊。那他说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所以要带温柔小组啊。好，然后还有我们的恒爱姐啊，是我们的这个恩慈小组的小组长。好，那我们就拍手来欢迎他们，来带领我们的小组能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一起蒙恩啊。好，请回，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还有儿主老师来立约。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这边很好的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感谢有一群老师，他们也带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2楼的地方，在那里来服侍，他们在那里来敬拜，他们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侍奉上帝。好，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儿主老师，还有我们的成主老师，我们在崇拜之后，我们有成人主日学。这些老师他们都要花心思，他们都要用很多的这些的他们的学习，能够来吸收之后，再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成主老师跟儿主老师到台前来，我们要来为他们来进行这个立约。好，请我们的老师们到台前好吗？咱这阵当讲是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包括咱的成人主日学甲咱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来，这边靠一下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赵鼎，还有我们的邵文兄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天一兄还有天一兄，还有我们的如君老师，是我们的这个成主的这个老师，他们在我们主日后，他们有成人主日学都是他们在带领跟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几位的我们的儿主的老师。各位，我们的小朋友在楼下很安全，因为都有这些老师在照顾好，我们的秀薇老师还有我们的宽如老师，还有我们的依静老师还有我们的对，洪玲老师好，还有我们的德强老师那我们的校长是我们的淑仪姐好，还有一涵还有我们的这个宝华这是我们的儿主的老师。好，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主日崇拜的当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服事上能够更加的蒙恩。好，请转过来，让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样的立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些人，都是要答应他的选召，来担任我们教会里的主日学、教诲与指导的工作。他们既然虔诚的心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从事主日学事工，我们就当热诚的支持他们，替他们代祷，求上帝感动他们，使他们诚心奉献自己，以喜乐和感恩的心，谆谆教导儿童走当行的路，归荣耀与上帝的圣名。你们都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属上帝的身子与灵魂、生活与工作上荣耀天父上帝。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而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当求那后嗣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使你们在主日学的工作侍奉上，满有他的智慧与喜悦，多结善果。
让我们与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一起来祷告。永生的天父，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主日学工作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求的。阿门。好，请我们转到会众这边来啊。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的陈主老师跟儿主老师，也接纳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啊，愿上帝来祝福。好，请回，谢谢。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立约不是只有他们在台上立约，也包括我们跟他们一起的立约。愿上帝来带领，让我们与弟兄姐妹的这样的立约成为一个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在2025年的开始，从我们跟上帝恢复这样一个立约的好时间来感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谢谢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也在你面前跟你有美好的立约，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属你的儿女，我们在今天也与你有美好的立约，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再出发。让我们即使过去我们有许多不完美或不完全的地方，谢谢你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恩典，也在这一年当中，让我们紧紧遵守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脚中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据我所知，有些人他不太敢立约，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他就干脆不立约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软弱的，我们才更需要立约，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谢谢牧师。现在呢，由本堂的陈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做天国奥秘的好管家”。所以刚刚跟大家说，牧师不够用，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只有一个人做事，那就不叫团队了。其实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教会里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做事，而是我们众人一起的服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的路上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奔跑，一个人跑可能跑很快，但是众人一起跑可以跑得比较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侍奉上面，我们可以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我们是大家一起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孤单。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我们能够一起的达到目标，那才是一个最美的事。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有一个图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常常讲这个叫做团队服事，我很喜欢这一张图。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那个当中的奥秘跟端倪？知道这里面在讲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当3个人一起在扛着木头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窟窿在那里，但是后面2个人撑过去，让那个第一个人过去的时候，前面跟后面2个人，他们就把中间的人带过去。中间的人过去之后，最后面的那一位他也能够过去，因为这个叫做团队跟一起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人。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来承担这些的任务跟工作，而是我们一起的侍奉。所以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一个美好的侍奉，就是我们彼此配搭，我们不能够缺了谁，不能够少了谁，因为我们是一起走在天国的路上。愿上帝来带领。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那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有手机也可以拿手机但是请放在这个圣经软体上，好吗？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去年我们的教育部长推这个读经计划，所以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在我们的台上来受奖。那今年开始的时候，牧师去带一些小组，没想到有一些小组的组员，他们开始说，我们也要开始来读经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影响跟循环。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刚刚提到了，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一起的，我们一起立约，我们一起配搭，我们一起来帮助来服侍。所以以前我记得比较年轻的时候，以前也很喜欢这个跑步。那早上一早醒来的时候，5点钟要醒来跑步，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相约了一些的这个同工，我们相约了一些的弟兄，我们就想说，这个5点钟一到，这个所有人到某一个地方集合。没有到的要有人去 morning call， 所以我们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因为有人会给我们做一些 morning call。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有人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卫理公会一个很美的事情，叫做立约的小组。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而是我们一起共同的一个连结。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跟上帝有立约，但是在这个立约的开始之前，我们也先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真的做不到，有很多事情我们常常是半途而废的。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想要退缩，当我们想要软弱，当我们不想动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立约来联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同样的，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来坦然承认我们的软弱与缺乏。所以刚刚我们的司会也跟我们提醒了，有很多人说我这一年又做不到，那新的一年又开始，好像一直重复在循环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然而我们的会主卫斯理他讲这样的事情，他说，当我们走在这个立约的路上，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但是我们至少不会偏离这个道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不偏离这个道路。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完美，但是我们是走在那个对的路上。欠菜咱不是会当来完全，总是上帝带领咱，让咱行在正确的路的里面。因为上帝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新年的时候这个快乐高兴，或者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吃饭或者是很多的这些的家庭的聚会。他们在元旦的时候，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他们反而是一个悔改跟回转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他们真正在过年的时候，从第一次的开始，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才是他们欢乐跟他们高兴庆祝的时候。但是元旦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反省跟立约。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重新与上帝有美好的立约。今天的圣经里面是这个保罗他所写的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好，那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当中写以弗所书。保罗是在被关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以弗所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要在某一些地方我才发挥我的功能，我才能够来荣耀上帝。保罗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仍然对教会有这样的期待，他仍然对教会有这样的计划，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上帝给他的一个心志，让他能够愿意能够来写这些书信，来激励跟帮助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这样的一个监狱的书信。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提到上帝对教会的计划，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上帝对教会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很多东西是上帝的奥秘。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过一个被上帝所认识、被爱的生活，被上帝所爱的生活，
然而我们也要进到一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是我们被人认识，我们也认识人，并且也在爱中彼此的生活。所以刚刚一直提到团队，教会里面不是一个人，教会里面不是哪一个人，教会里面是一个团队，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起的，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好像个人主义的或是英雄主义的。然而在教会里面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但是每一个个体又要能够合在一起，那才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基督呼召最大的罪人来到他的面前，使他们能够得到救恩，显出至高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为什么要唱那首荣耀归给至高神？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是上帝的旨意跟恩典。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 PPT 上面的，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人怎么跟罪人合在一起？常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合，常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意见不一样，常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不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合一，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教会不是我们所挑的这些的朋友，你可以有参加很多的 club， 你也可以参加有很多的一些的小团体，但是这些你可能是可以选的。然而教会却是上帝帮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PPT 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也许不一定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每一天都是可以和睦相处，也许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可以那么样快乐的生活，然而我们却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从小我跟我的弟弟是从小打到大，因为如果家里面有男生的话，小男生应该都会知道家里面男孩子常常都是从小打到大的。好，但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少有这些的互相搏斗的机会，但是越来越多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是彼此的相爱。元旦的时候，我的弟弟带我到旗津去吃一通好吃的。那我很感谢我的弟弟特别在他在我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我的母亲。所以当我们也许小时候是打来打去的，但是我们在长大之后，我们懂得彼此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包容跟接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称呼彼此叫做弟兄姐妹的用意也是这样。我们也许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我们也许有不同的职业，我们也许有不同的性别，我们也许当中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或是族群，然而我们却是在教会里成为弟兄姐妹。所以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喜乐的地方，因为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表现或者是计划安排，或甚至我们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向、逻辑，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时候会不喜乐，有时候会觉得应该要照谁的，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叫彼此能够合一。所以教会里面常常会出现不喜乐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彼此无法能够包容跟接纳对方。上帝帮助我们，团体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彼此都觉得是双赢的，你也可以接受我，我也可以接受你。所以教会里面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合一。分散是最快的，然而合一却是最困难的。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的喜乐应该是一个合一的喜乐。所以侍奉当中，什么样是你能够侍奉持续的原因？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思考，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厉害呢，还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有一起的快乐，这才是最好的快乐。昨天我们在执事的新就任执事的这个交接当中我们有发生一件美好的趣事，就是因为我们家师母她是一个要事先预备的人，所以她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她就预备她要做那个豆皮寿司。好，但是各位知道，这个太谨慎的人常常会要事先做这些东西。好，所以各位就知道我的礼拜五的晚上的晚餐是什么样来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家对我们家
太太她为了要礼拜六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她礼拜五的晚上，她就特别煮了饭，然后做了豆皮寿司。你知道，如果豆皮寿司虽然很好吃，但是一个人吃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太舒服了。你知道，全部都是豆皮寿司的时候，好，我们家2个人吃就已经非常非常腻了。但是我们礼拜六昨天，当我们一起分享给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快乐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吃到1颗2颗，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大家都有吃到这些的美好的食物。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去吃，也许你可以吃很多，但是会感觉上是很腻的，没有办法。即使我们家小姐问我说好不好吃，好不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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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忍耐下去。为什么？因为量太多了，不是不好吃，是量太多了。然而，当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就能够彼此有感受到喜乐。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喜乐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而是我能够跟人家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这个能够紧紧连接在一起，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爱，有爱才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教会里面如果缺乏了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恐怕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美好的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合一的时候，你包容我，我包容你，这样才能够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连结在一起。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我们一起念这个圣经，一起念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奥秘在哪里？教会的奥秘就是我们即使是外邦人，即使是犹太人，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排外的，所以外邦人他们很难得可以进到会堂里面来。然而在教会里面，基督的教会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居然可以连结在一起，可以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奥秘。虽然我们不一样，有一首这个中国大陆的歌，他说我们不一样，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居然可以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而且可以同为后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会里。所以圣经里面说它是一个奥秘。在社会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是比高低的。在社会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是比拳头大或是拳头小的。在社会上，我们有很多人是比钱多或钱少的。然而，在教会里，我们却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体的。不论我们是什么族群，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去做什么？他要安慰心灵当中被搅扰的人，但是要去搅乱那些觉得自己很安逸的人。因为有很多人他并不晓得说他的生命需要调整跟改变。当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安的情绪跟感受的时候，然而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被安慰。上帝差我们，让我们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帮助那一些受到搅扰的人，他们可以得安慰。然而让那些心里面好像觉得什么事都没有的人，让他们能够重新被搅乱起来，以至于他们能够有一些的反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教会是合一的。当你开始觉得你的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请记得，上帝会透过一些事情搅乱我们，让我们去反省一些，是不是我还有一些什么地方是没有注意到或是没有做到的。如果我们常常责备自己，如果我们常常心里面觉得不安，常常觉得难受，常常觉得有一些的伤痛的人，然而上帝要在教会里让你得着这样的安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能够连结成为一体。不管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或是我们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能够成为一体。好，所以保罗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他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测不透的丰富跟奥秘，能够传给外邦人，也传给犹太人。所以他说同蒙应许，一同得到这样的祝福。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在，就是我们需要去搅乱一些，让人知道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改变。特别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我们所在的地方里面，有不和，有互相的斗争，有互相的争竞的时候，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让我们连结在教会里，让不一样的人可以在教会里能够合一。所以用服侍神的心来工作。当我们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在任何地方服侍的时候，请记得，我们都是代表上帝的教会，代表上帝的儿女进到那个地方来服侍跟侍奉。所以新的一年开始，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公司、你的工厂如果还没有基督徒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公司，进到我们的工厂里，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来带领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同事们，让他们也来认识耶稣。如果你的所在的学校，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还没有人信耶稣的，让我们就进到他们那里去，以至于能够将福音带到那里，让我们的同学或是我们的同事们，他们可以这样来认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学校不是教会学校，但是你可以成为那个学校的校牧，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啊！如果你的学校，如果你的班上没有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只有你在这个班上，那么你是这个班上的班牧；如果你是在学校里面没有基督徒，你是这个学校的校牧；如果你的工厂如果没有基督徒，而只有你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你就是那个工厂的场牧；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只有你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在那里来服侍他们，让你可以成为在你的公司里面的牧者。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让我们可以在每个地方来为他做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第10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我们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百般的智慧是什么？教会里面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都可以合一在基督的里面。然而，我们去到刚刚讲的，去到公司里面、工厂里面、学校里面，如果在那里没有这些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带来合一，那么教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彼此争妍斗艳，而是我们彼此来服侍。让我们在教会里这样服侍，我们在外面、在公司里、工厂里、在任何的地方、学校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来服侍。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带来和平跟合一在这当中。所以合一必须是在真理跟相爱、顺服、圣洁中来合一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统一别人，或是要叫别人照我们的意思。合一是在真理、相爱、顺服跟圣洁当中来合一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不是强迫别人跟我们一起，而是我们能够跟大家能够融合在一个地方。所以教会不是哪一个人应该能够进来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教会是不配的人的家，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美好的聚会，因为这里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带来合一、和谐跟平安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照上帝在万世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上帝在很早以前，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计划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上帝早就预知，也预看到我们需要合一在基督的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所以教会不是为了人数的增长，不是为了教会要多少人，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今年能够参与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健康。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教会是在地上天国奥秘的彰显。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这些不同的族群能够合一在一起。教会是神所创立的跟统治的群体。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最难得的就是合一。愿主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上帝在当中给我们的合一。所以这个斯托德他这样说：理想的教会的标志就是爱、受苦、圣洁、纯正的教义、名副其实、爱传福音和谦卑。上帝帮助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我们是一个相爱的教会，一个受苦当中彼此扶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有纯正教义的教会，是一个讲话实在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能够成为传福音的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教会。所以加尔文这样说：看得见的教会是要为那个看不见的天国做见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叫试吃品，我们只是尝试到那个感受。真正的天国在将来要呈现，然而我们要预尝这样的恩典。第二个，教会彼此服侍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我们彼此的服侍不是为了彰显谁，而是为了要来荣耀上帝。我们的侍奉是因为上帝的爱，不是因为要展现自己的权柄，或者是展现自己的恩赐。所以无论做什么，让我们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思考的东西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让上帝得荣耀？我这样做有没有让人得益处、得帮助？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你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来服侍，而是为荣耀上帝而做。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做。第三个，教会的奥秘就是在爱里的合一。所以如果没有爱，没有合一，那么教会就没有奥秘了。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服侍人的时候，要记得彼此相爱，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可以合一的机会，也是服侍上帝的机会。上帝帮助我们在爱里合一。也许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寇绍恩这样说：领受恩赐是为了来服侍人。当你有各样恩赐的时候，不是为了夸口自己，而是为了要来荣耀上帝，要来服侍人的。好，所以最后用这个跟大家做勉励啊。以弗所书4章2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后面那句话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来互相宽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天国文化，让我们活在我们的教会里，就像活在天国一样。愿上帝来带领。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问大家：如果教会不完美的时候，怎么办？上个礼拜我有在我们的台语堂有分享过这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来问这个牧师说：牧师，请告诉我哪一个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好，那这个格里汉牧师就回答这个人，他说：如果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恐怕会因为你的加入，它就不完美了。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不完美，如果因为你的加入，因为你的投入，而让它渐渐的可以变成完美的话，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许教会不完美，荣光堂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必须这样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改变，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事情，我们都要调整。我们不完美，但是上帝帮助我们，因着你我的投入，让我们的教会走向完美跟完全的道路。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虽然不完美不完全，但是你是我们的完全者，你是我们的帮助者。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走在你心意的里面，以致我们朝完全的路上来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无论在教会里，在社会上面，让我们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将合一跟和平、谦卑、柔顺都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陈牧师为我们阐述神话语当中的启示与真理。现在我们要举行圣餐礼，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圣餐诗歌，新灵粮诗选第300首，我们唱第1节。为
兄姐妹请坐。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教政治的老师，教政治学的老师，给我一个提醒。他说：“你知道一个团体里面最常讲的事情，就是他最缺乏的东西。”那这个话一直给我有很好的提醒，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常常要讲爱？因为也许它就是最缺的。为什么要常常讲合一？也许它是最缺的。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讲谦卑跟顺服？因为它是最缺乏的。上帝帮助我们，刚刚提到了教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完美。有很多人也期待说，牧师你可以再多一些改变什么，或者是调整什么。当然，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朝完美跟完全的路上走，但是也要跟弟兄姐妹来告白这样的事情。其实牧师还有很多不完美跟不完全的地方。当然，我的师母是最看到的，因为每一天她都看到我每一个恶行恶状。包括很多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他都看得到。因为最亲近的人是最看得到的，所以当你看到我们彼此当中的不完美跟不完全的时候，请记得，除了我们给予善意的提醒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希望彼此更好，而不是要打压对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是为了希望他更好。而不是为了要把它推下来，不是要把它这个压下去，是我们希望可以彼此能够更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心里能够说诚实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完美、更完全，能够走在完美跟完全的路上。刚提到了，我们在那个路上，不是表示我们完美跟完全，而是我们还在施工中。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这个还在施工中的人，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朝向上帝的道路的心，我们至少我们一直走在这个道路上，跟上帝来带领。好，那我们请预备心，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圣餐。好，那请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是我们卫理会的圣餐主日。那我们的一年的第一个开始，也是我们的立约主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还有第一月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举行这样的圣餐礼，为的是来纪念主。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刚刚一直盖着是有原因的啊。刚刚我们上次有提过，有弟兄姐妹说，牧师你这个讲话怕口水会喷出来啊。好，所以我们就用盖着的。等一下再发给大家。那一样我们会请我们的年轻人帮大家喷上酒精之后，我们在安全的状态下，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啊。那领的时候，我们是到台前来领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过去在其他教会里面的方式比较不一样，那么请跟着我们一起。那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所以无论你过去是哪个教会、哪个宗派，我们在主里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请放心哈，我们的陪餐的同工，我们也都是手上戴手套给大家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生命。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生命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生命。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保守你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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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来领受圣餐，请我们从中间的走道进来，让我们透过来到圣台前领受，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领这圣餐，得受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用饼沾着杯，那我们就可以来领受。那领的时候，请大家就直接来领，就直接吃了，然后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而你愿意来领受这个恩典，那么就请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领的时候，我们按着次序，按着我们的这样的步伐，让我们屈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从中间的走道进到台前来。4楼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能够来到3楼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过去是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饼，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来领受这样的饼杯。领完回去之后，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你的教会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教会合一，让我们与弟兄姐妹也有合一。如果你这时候心里面有想到一些你可能没有办法原谅或是饶恕的人，愿主帮助，给你力量，让你在这一年当中能够有勇气，能够与你的弟兄姐妹和好。愿上帝来带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共用一个饼，我们同饮一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那个饼如果掉进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我们就直接我们的同工会再给大家有饼跟杯来使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同有一个饼，同用一个杯，没有人吃的比较多，没有人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们是合一的。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特别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用饼来沾着杯，我们就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同工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会送到你的面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在基督里，我们共用一个饼，共享一个杯；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
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同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赤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心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的第2节。弟兄姐妹，请起立。《心灵粮诗选》300首《与主合一》第2节。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你还不清楚奉献意义的话，就请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就可以了。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名。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我向主所求。
现在要介绍我们的新朋友。我们首先介绍恩友堂刘瑞和弟兄的全家，欢迎你们，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谢谢。高瑞华，是蓝许桂英姐妹，欢迎你，谢谢你，请坐。严彩彤姐妹，欢迎你，这是李淑仪姐妹介绍的。翁连成是于心姐妹介绍的，谢谢你。还有其他的新朋友我们没有介绍你的吗？一次欢迎，永远的欢迎。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起立向我们周围弟兄姐妹拱手问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国语堂和台语堂弟兄姐妹欢聚一堂。我们可以等会后的时候再继续问安啊。现在呢，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同时也是圣餐礼拜。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一起，国语堂和台语堂联合崇拜，一起献上我们新年的志向，也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2025年年度教会的目标是服侍众人，做主的仆人。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在2025年至少参与一项教会的服事，并请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那本周六1月11号早上的9点半，总会南区姐妹座谈会在高雄卫理堂举行，下午1点半要举行牧职及会友领袖座谈会。我们请姐妹会的同工及执事会的同工能够代表参加。下个礼拜天11月12号主日崇拜后，在201教室要召开荣光堂60周年纪念礼拜筹备同工会，需要以下的同工，就是有关节目、财务和文书、摄影、录音、总务、宣传，还有祷告。那欢迎有意愿参与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如果你我们说每个人要有一项服事嘛，如果你还想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下个星期来参与这个座谈，献上你的心力。
另外就是下个礼拜天，诗班练习以后，大约是1点30分，在201教室要召开成人主日学的会议，请我们相关的同工准时来参加。那南区社会关怀与教会增长委员会联合座谈会在1月18号星期六上午，要在本堂来召开。邀请的是提摩太教会的郑德恩牧师来担任讲员，欢迎弟兄姐妹对社关及教增有意愿了解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是免费的。那教会预备在3月1号星期六早上开律本献新礼拜，3月22号星期六第一堂的律本门徒课程。那欢迎上过红本弟兄姐妹来参加，即日起就开始报名，报名费是750元包括书籍费，大约要9个月来完成。这边有特别黑字写说满8名才会开课，所以如果没有满8名的话，上面的献新礼拜和课程就没有了。所以呢，请参加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踊跃来报名啊。那总会呢要建造宣教大楼，邀请弟兄姐妹能够为这项教会宣教大楼的来捐款奉献。那你的奉献可以扣抵，能报税的时候可以扣抵。那请为这个大楼的能够做更好的宣教使用来祷告。那为了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星期4晚上7点30分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如果你不课前来的话呢，我们有直播也有录影，那弟兄姐妹可以上线去看啊。那卫理神学院新一期的课程，推广教育的课程，比较宗教学开始来受理报名，由刘清乾牧师担任教师，上课时间是从2月21号晚上7点到9点20分，来上课。那详情呢，你可以去参考布告栏。那不知道牧师有现在天气冷呢，要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保暖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要留意居家环境、个人的清洁卫生，常洗手，来杜绝肠病毒、登革热等的传染蔓延。现在好像还有麻疹之类的所以呢，出入公共场所，弟兄姐妹要注意自身的防护，还是戴口罩比较好。我们在此呢，也要为确诊者及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方面来祷告。那第2点呢，教会青年周兆瑜当兵这件事，他是我儿子，你们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他12月31号去台南大内，去报道，去当兵4个月了，请弟兄姐妹。为了他军中的生活，保守他应对进退得宜，锻炼体魄，培养规律作息，一切起居平安来祷告。这个报告事项不知道谁写，实在是太了解他了，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些，请弟兄姐妹能替他祷告。同时呢，我们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我就不一一的唱名了，请我们大家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为我们的肢体，尤其是病痛和身体要恢复的，请大家呢为他们祷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起立，我们来唱3-1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经过过去的1年，为这1年新的开始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蒙恩，我们无论在哪里，祝福都随着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
订阅中，请为今日的报告事项与需要的肢体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请你可以到台前来，会后牧师要为你祷告。